香港元朗新田公路近錦繡花園往上水方向，下晝大約2點半鐘有3車相撞，涉及巴士、貨櫃車同埋小巴。初步消息指40多人受傷，其中巴士司機同埋2名乘客被困，需要由消防員救出。警方封鎖一段路面，據指係由於前面車輛停車，後面切線不及，最終相撞。由楊曉峰報導。大批消防員爬上小巴車頂，將巴士上層傷得較重嘅乘客逐一救落嚟。放晒。佢哋都係坐喺前排位置，有人頭部受傷，攞埋架撐啊！要用支架固定。個巴士冇喎。同一時間，另一批消防員就喺巴士上層車頭位置協助仍然被困嘅乘客。佢依家喺個位，喺度放緊大。意外後1個鐘，消防員先將最後一個女乘客由車尾上層逃生窗救出。佢頭部受傷，面部流血，相信係被車頭碎咗嘅玻璃界到。現場消息話，4個傷得最重嘅乘客都係坐巴士最前排嘅位置，傷得冇咁嚴重嘅就喺路邊等候治理。傷者中有小朋友，頭部受傷要包紮。瞓咗地下啊，仲俾你撞一撞添。可唔可以講下頭先點樣發生㗎？都唔記得啦，我都蒙查查啦。當時係瞓緊覺係。車速都算快，咁突然間個司機得咗一下迫力，應該得唔到就撞咗落去個貨櫃車度啦。架 A43去上水方向嘅龍運巴士車頭撞咗入貨櫃車車尾，司機位損毀嚴重，巴士司機亦一度被困。上層車頭前排同側邊玻璃窗碎晒，車架撞到變形。尾隨嘅小巴車頭都撞凹咗，座位都坐歪晒。小巴司機話：事發嗰陣載滿客，見到前面嘅車打死火燈，想抽頭已經太遲。當我發覺到前邊有車熄火嘅時間呢，想攞頭出呢，點知中線同快線好多車過。我跟住咧就攞翻埋嚟，跟住揼佢拎，因為當時呢揼個時間咧已經揼唔前，撞啱埋嘅啦。停喺最前嘅貨櫃車司機就話有打死火燈。咧有冇打到死火燈嘅？有啦。架車係咪壞咗成個鐘啊？冇咩成個鐘啊，2個字啫嘛。現場車速限制係時速100公里。事發係喺下晝大約2點半。警方話一架貨櫃車沿新田公路往上水方向行嗰陣壞車，停喺慢線。尾隨嘅機場巴士懷疑收掣不及，撞咗埋去。後面嘅44號專線小巴亦撞咗埋巴士度。意外造成42個人受傷，包括5個小朋友。日本北海道近日出現50年以嚟最大嘅降雪量，多班來往香港以及札幌嘅航班延誤或者取消，大批旅客滯留，部分人滯留3日之後獲安排晚上返香港。由麥景志報導。札幌機場被大雪癱瘓，旅客被逼滯留。有香港人原定上個星期5回程。25號今日原本飛嗰啲又係排呢度，22、23、24嗰啲飛唔到嘅又係排呢度，但係而家佢哋仲未有一個實質嘅答覆，我哋早幾日滯留嗰啲旅客呢，係究竟飛到定飛唔到咯？有人等咗6個鐘先過到安檢，但係入到禁區都係飛唔到，要通宵滯留喺禁區入邊。又冇得瞓，又冇得沖涼，食又食唔飽，言語係不通，同佢講。永遠都係 sorry， 係，冇答案。上個星期4開始，至少有17班由札幌往來香港嘅航班要延誤或者取消。楊先生一家6口就因為航班取消咗，最後要改飛大阪，星期一再轉車去到北海道。呢啲冇辦法嘅，天氣問題啊嘛，有時怪唔到嘅。比佢哋早1日出發，由深圳嚟嘅包先生就冇咁好彩啦。一度以為有得飛，入到閘又冇，7萬幾蚊嘅旅費，隨時都要放棄。今天飛不了，我整個行程我估計就要取消了。我也不想去了，因為整個行程都耽誤2天了，我再去已經沒有意義了。
喺香港，為咗加快市區重建進度同埋效益，市建局改變重建嘅策略，以區域模式規劃取代單一項目重建。喺明年第二季，先喺油麻地以及旺角展開為期2年嘅規劃研究，制定成個區更新藍圖，選定邊一啲樓宇集中重建或者復修。由馬晴晴報導。旺角一帶近年唔少舊樓重建之後，新樓變成牙籤樓。市建局認為呢種逐個項目重建嘅做法效益低又易蝕錢，落實出年第二季起喺旺角同油麻地展開全面發展規劃研究，掌握兩區嘅樓宇用途狀況同密度，以及人口及土地用途。研究範圍涉及212公頃面積，3300幾棟樓宇，當中超過80%，即係2700幾棟樓，樓齡達30年或以上。期望勾畫出發展概念藍圖，制定詳細更新計劃同推行唔同策略嘅方案。最緊要你嗰業主肯唔肯賣出嚟，同埋樓價問題，最緊要搞清楚一樣嘢。只要你按照得佢安排得佢有地方住，重建你唔使立立及及啦嘛。市建局行政總監韋志成喺網誌解釋，睇中呢兩個區係因為面積細，但人口密度高，半數樓宇有50年以上樓齡，唔少已經超過發展密度限制，對發展商嚟講冇咩重建價值。又話政府評估30年之後，全港有326000個70年以上樓齡舊樓，但市建局過去15年嘅重建項目只能夠供應8000個新單位，重建進度緩慢。加上多個項目虧蝕，認為唔應該逐個項目重建，而係制定成區嘅更新發展藍圖，以小區模式規劃，決定成個區邊啲舊樓重建或者復修，一並改善成區道路同公共設施。又研究能唔能夠引入轉移地積比率同改劃用途，增加重建可行性。係可以有嗰個規模效應，同埋有即係相關剪裁上高嗰個靈活性，同埋將來嘅設施係更加好嘅。咁但係呢個缺點就係話呢，可能會因為收購業權上高呢，要收得更加多零散嘅業權呢，係收唔到呢，係導致到重建上高有困難啦。市建局話將會喺出年年初聘請顧問公司進行為期2年嘅研究。稍後同大家報道喺香港有一班狗仔得唔到主人嘅關懷，有義工團體就向佢哋送上溫暖。